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7月12日，诗篇25篇第5节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求你纪念你的怜悯甲你的慈爱，因为这是古早以来常常有的。三甲来祈祷，有怜悯甲慈爱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自有永有、永无改变的上帝，你是看顾世上万物，甲阮人类的疼痛天父。主啊，你有丰盛的怜悯甲慈爱，对古早到现在，直到将来，因为你是好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你的信实到万世代。我要大声来学乐你的圣尊名，主耶和华，求你因为你的名好款待我，因为你的慈爱真好，我要时刻来高举你的名，求你因为你的怜悯甲慈爱牵救阮，因为阮倚靠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个每一天，拢有伊的怜悯甲慈爱，甲咱三个伫地，互咱时刻来学乐，感谢伊的名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